来到云林县，伫28号迄天落大雨，结果土库、园长、保长等等几个乡镇，这个番麦是严重来倒圃。立委会同着地方政府来勘灾，希望中央会当启动天然灾害的救助，协助农民来复耕。受到黄霜雨甲风面的影响，云林伫咧28号出现大雨，造成有真侪乡镇的番麦拢有倒去的情形。其中土库镇是上严重的，申报的面积伫要100公顷。伫528这个雨水吼，虽然是落1点钟，不过吼已经达到咱土库镇部分吼。立委丁学忠嘛会同农粮署、云林县政府、土库镇公所相关的单位来勘灾，经过专家的评估了后，是符合着受灾标准。它以后采收的笋数啊，玉米笋的数目也会比较少。初步判断，番麦损长确实是真严重，会使摕到补助，金额是每公顷41000块。另外，农民嘛会使利用 App 甲相片传起嚟做补助的证据。食用玉米的话，是1公顷大概4万1。这届大雨，互农民损失严重，若是需要申请补助，就即时向公所来通报，千万唔通互家己的心血放水流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